门关上那一刻，世界突然安静了。等下就好，他总是这样告诉自己。闻着你的味道，就当你在身边。他不知道你几点回来，但他知道你会回来。那个声音，他等了一整天。有人在等你回家，这就是幸福的样子。他等了你一整天，而你也想了一整天。